今年11月将迈入58档的台南大饭店，将近一家族的生日嘛，拄好是台南建成48档。因除了将门面改观，有全新的气象，也将原本现地的中餐厅甲知名的儿童游乐园连锁品牌合作，推出占地120平游戏空间。除了室内有创意开发的游乐设施，也推出专台唯一有室外空间，有多元创意环境甲特色零，而且不止省，每一天也阁有6场活泼的教学，甚至用于品德教育，让小朋友生出好品德。各大饭店其实都有游乐园的这个功能，但我们引进骑士堡主要是看它有别于一般的游乐园，它还有品德教育，让小孩在这里还可以有寓教于乐的功能。那这样子其实父母带着小孩的人会更安心的把小孩放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让他只是来游玩，而是在游玩中还可以学习到品德的这一块。台南资深的饭店迎接大环境的挑战，甲业者陆续投资进场，需要创造优势来延续台南人心目中的饭店品牌，所以重新突破甲游乐园合作，同时伫环境当中处处加入台南的元素，要延续后一代来饭店的回忆。台南大饭店在台南市民的意义，其实就是欧式自助餐。我相信都是上一代的小朋友跟着父母来这里做用餐的体验，所以会对台南大饭店有回忆。那我们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小朋友，除了欧式自助餐之外，他们带着他们的更小的小孩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骑士堡跟淘气咖啡，可以有更多的小孩的体验，也就是让这一代的幼儿的年轻人可以成为他们未来对于台南大饭店的回忆。饭店表示，只要大房的旅客到年底拢会当有体验券，迄个是7月份来饭店消费，加购399块，得当规工佚佗的好康，来抢占暑假观光旅游的商机。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